成就在我身上，我愿身俯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身俯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1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玉心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丰富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中，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每天在清晨将时间分别出来，只为了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带有权柄，给了我们坚定前进的力量，是应允，更是祝福。我们要更谦卑顺服，用敬畏的心将你的真理刻在心板上，活出基督的爱，让更多人认识你，得着救恩，开阔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们。阿们，谢谢。罗马书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神在罪恶上的称义、公义。从1章18节开始，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在所有不虔不义的人呢，保罗从第1章18节、第2章、第3章，那来举出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罗马帝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有罪恶，所以保罗让提出的罪是包括人出生以前就有了原罪，或是认识神却不感谢神、不荣耀神犯罪，甚至是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去败坏这些的形象，是得罪神。而罪上加罪，也使人无可推诿，因为人又在言语上犯罪，去论断人，在心态上犯罪在律法上犯罪，没有办法去达到合乎上帝公义的标准。而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这一段神在罪恶上公义的最后的这个结语结语。那进入到下一个罗马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如何在称义上的公义。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保罗他和犹太人的交手，所以他知道犹太人心中的想法其实就是侥幸或是辩论，所以保罗来拆解犹太人他们所提出来，当他们被定罪的时候，不论他们是靠割礼或是靠摩西的律法，都没有办法来称义，没有办法再跟上帝有和谐、正确、美好的关系。但是保罗却回答犹太人他们在4个问题上面呢都没有办法站立得稳。那但是也不允许这群犹太人他们继续在罪恶当中，甚至还自以为义，还认为他犯罪是有价值，甚至还提出了一个话术叫做作恶成善，就是继续活在罪中滋润，那不妥协。那保罗狠狠的咒诅这一些人说毁谤保罗这些谎言谣言的都要被定罪是应该的。而最后这一段的结论呢，今天的3章9到20节，那保罗的结论就是人人都在罪恶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而圣经呢也清楚的明说普世败坏的证明最后呢保罗说律法的作用是用来使人认识罪，
不是使人认识神，是使人来认识罪啊。那罪呢，在罗马书当中，特别是第一段、第二段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保罗也带人好好来认识什么是罪。在原文当中的罪呢，是一个单数的形态，不是很多种罪，就是指一个统称。在保罗的在他的思想当中，罪呢是一种可以控制人的力量。特别当他提到罪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保罗把罪拟人化，常常跟罪在对话。特别在第5章到第7章，总共呢，保罗提到关于罪呢有将近50次。但是保罗呢，他在罗马书当中很少使用罪的复数，就是这不同的罪。但是新约其他作者呢，会使用罪的复数的形态，但在罗马书大部分都是把罪呢统一。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后面看到这个因信称义呢的这个对手是谁呢？第一个是罪，就是阻碍我们因信称义；第二个是死，就是死亡的权势；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恶者，就是那魔鬼，就是那撒旦。所以这都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带领人来面对罪、死、魔这样子的诠释当中，如何能够找到救赎，能够与神亲近。好，我们来进入第3章。那先请玉馨带我们来读第9节到第18节。那么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没有这回事。我已经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处在罪恶的权势下，正像圣经所说，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智的人，也没有寻求上帝的人，人人背离上帝，一起走入歧途，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紧说诡诈的话，蛇一般的毒气从他们的嘴唇发出，他们满口恶毒和咒骂，他们的脚奔跑如飞，到处伤害残杀，所到的地方留下破坏和悲惨的痕迹。他们不知道有平安的路，他们也不晓得敬畏上帝。我们知道到18节，谢谢。那在保罗的这一段提到呢，我们跟外邦人，那所以他在这里的立场是我们犹太人好，那对照呢是外邦人。好，那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段当中提到我们是指和保罗一样，保罗现在是用站在犹太人的身份。那后面讲到他们呢，讲到是外邦人。好，那但是在这里指出的我们和他们呢，就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犹太人加上外邦人等于全世界的人。那全世界的人呢，就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在罪恶的底下。好，那从第10节保罗引用圣经，那这圣经当中呢，总共有7个出处。那这7个出处呢，全部都是按照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就是74译本来引用。那在第3章的10到12节，这里指的呢就是来自于诗篇14篇的1到3节，还有传道书的7章20节，而第13节是来自于诗篇第5篇的第9节，还有140篇的第3节。那第14节呢是诗篇的第10篇第7节，那15到17节呢是以赛亚书59章的7到8节，那18节呢是诗篇的36篇第2节。所以这些的经文引用呢，保罗引用这些圣经的目的，讲到犹太人、希腊人、外邦人都是在罪恶底下。那在诗篇的14篇1到3节和传道书提到，全世界呢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义人，就是义人都是有罪的，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能够是不犯罪，不论是原罪、得罪或犯罪。而诗篇5篇9节和140篇3节讲到罪人引领罪人进入的是死亡一同跌到坑里，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义人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最终都只能够走入死亡灭亡当中。诗篇第10篇第7节也讲到罪人的口呢没有办法公正，没有办法说出公义。以赛亚书59章7到8节讲到罪人的脚步没有办法行走在公义。诗篇36篇第2节讲到罪人呢他看不见，没有盼望，没有办法活在公义的当中。所以讲到了就是这些不是保罗自己写的句保罗所说的从第1章里面看到说这些罪人自己犯罪还叫人一起犯罪。第2章看到这些罪人呢特别是外邦人自以为义觉得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不论他们依靠的是哲学或依靠的是法律。那在第2章到第3章那转而面对犹太人呢靠他们的法宝那但是呢也没有不论是割礼或是摩西的律法，通通一样都犯了罪。好，那我们再请玉欣带我们来读19节到20节。我们知道法律的命令是向在法律下的人说的，为要全世界的人都服在上帝的审判下，使人不能再有什么借口，因为没有人能够靠遵守法律得以在上帝面前被宣布为义。法律的效用不过使人知道自己有罪罢了。好，谢谢。所以上帝的启示透过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让人知道什么，就是我们的普遍启示就是人的良心良知，那特殊启示就是上帝的话，那就是指耶稣基督。而这些都让人知道人不是靠自己能够成为义人，需要被拯救，需要救赎。所以这些7段保罗引用这些的圣经是对这些读圣经的犹太人说，而犹太人他们本身就瞧不起外邦人，也认为外邦人不信上帝，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上帝没有对他们说话，所以犹太人眼中外邦人都是罪人。但是其实圣经也定了犹太人的罪，这些读圣经的犹太人，所以呢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也是明天下一个主题的一个很重要，我们都会被保罗这一句话所影响，都会认为保罗所说的正确，因为保罗不断的建构我们的这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而在这一段的结束，保罗提到律法的命令和律法的功用所以律法所说的话以及律法它的功用呢，就是要使人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要服在上帝的审判上，审判下。所以这个律法这里翻成法律的命令，就是圣经所说的话，上帝的话。因为保罗引用的这些都是律法当中的话呢，使人不能再有借口，堵住人的口因为人的口呢一打开就带人走向死亡。但是呢当上帝的话彰显出来的时候呢人就不能再说话，不能够再为死亡为坟墓这个场带人进入坟墓。而没有一个人能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遵守律法在上帝面前被宣布为义好，那这是一个保罗很重要接下来下一段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行为即便再怎么样的努力按照上帝的话去行还是不够的。所以因为律法呢只能够带领人到达几分呢？带领人到60分呢？因为律法是上帝的真理的最低的一个标准。那只有达到律法，只达到60分，守住律法只守住60分。那守了一辈子的律法，简单说也就只有守住60分。但是上帝要怎么样100%在上帝的面前与上帝有正确和谐美好的关系，就还需要超越律法的救赎，需要超越律法的指引。其实保罗在前面就已经有提到了，第2章就有提到，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遗文。而这圣灵呢，是带领我们来认识主，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所提到的福音。
所以律法呢，只让我们知道过一个不要过59分的生活，我们只要活出律法，就可以活在60分的及格的边缘。但是律法还要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继续的往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追求与神的关系。所以没有人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就获得100%的称义的结果当大家知道满足律法的要求就可以及格，但是人人知道又做不到，因为只有到60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都不够。所以有个少年的财主，他来见耶稣，说耶稣怎么样能够得着永生，耶稣就告诉他要变卖一切的，然后要跟随耶稣。但是呢，这个少年的财主呢，只听到后面跟随耶稣，他就没有办法变卖一切，他就没有办法跟随耶稣，因为他的律法只有让他走到60分的地步，也深切了解这个罪恶的力量多么强大，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他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从最终拯救我们。所以昨天保罗我们有读到这个诗篇51篇那保罗也引用了诗篇51篇说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那罪人没有办法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呢，罪人如果只有依靠律法的时候，但是当罪人能够看到一个义人当罪人有一个真正的义人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从这罪恶当中往60分往61分往65分的方向继续来前进了。所以这是保罗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世人都活在60分以下，那但是守住律法也是只能够活到60分。好，那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就是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是什么状态呢？只是指耶稣降生以前呢，因为保罗他也要引用来证明耶稣就是那所谓的义人，只有透过这一位也是在明天第3章就会读到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上帝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做我们的救赎，借着耶稣的宝血。所以在耶稣他降生之前没有义人，而在耶稣他舍身以前，普世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不是只有认识罪，要认识耶稣。而血肉之躯没有一个因为律法的行为能够在神的面前达到100分，有那正确和谐合一的关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唯有相信耶稣才能够让我们得到进入上帝的恩典，能够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信，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这几天当中，我们接着读罗马书深切的认识世人都犯了罪，不论我们所依靠的这些的律法，我们所依靠的行为最终让我们的人生只能够活出60分，却不能活出上帝的心意，完全的旨意。也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有活在律法底下，而是要能够完全律法，成全律法，超越律法，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追求在神国里面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活出荣神义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大家谢谢平安，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身俯仰